后来乡亲啊，这个五日节食肉粽，讲到肉粽的口味有百款，但是就是阿嬷甲阿母所包的粽上介有滋味。除了料好实在，嘛包着爸母时代对囡仔的爱甲思念。伫咧花莲岛民众用细心来团圆，希望会当食到故乡的粽。啊，有真侪婆婆妈妈今年提早来北粽，要寄互北部的囡仔食。另外卖肉粽的生意嘛，卖甲来外歹哦，有袂少的订单嘛，拢是要寄互外地囡仔食。 我要吃粽子，寄给我。端午节快乐！端午节快乐！我们想吃粽子，记得寄给我们哦。闻到粽仔旁边，就想到家乡兄弟姊妹拢照到啊，规个伙仔时辰的团圆，我都等于花莲一家伙大细汉，做老母的只好赶紧白粽。好料的排规排，这个鸭有肉有土豆，将这个鸭甲包入这个粽内面。 嘛，将对于今日是些牵挂甲包入去，一个包粽，一个白粽，这做老母的都要互相配合。面对疫情，我都找伤侪人来斗相共，包甲目睭拢起会黄。我的包好了吗？包好了，来。我的5袋嘞，5袋哦。我进去台北的嘞。肉粽冻啊强要赶袂去，这店内的粽拢是等民众领要寄出去的，大家拢是一罐一罐的买。 4、5天了，5天了还没有到啊！我听说他们说现在店跟店可以。阮亲戚拢讲寄去台北。请惠运的斗相共，将在地家乡味分享给亲情朋友，希望讲今年5日节大家拢会使食到祝福，一家乡愁，减少南来北往的行耍，或者疫情赶紧度过。